多視障朋友咧都同我哋反映咧，佢哋覺得同運動呢兩個字咧距離好遠。包括睇運動或者做運動啦。咁其實呢兩件事咧，好似佢哋老人協助之下咧，好難咧去自己去實踐。咁就一開始咧，其實係有一啲視障嘅會員啦，其實都反映，佢哋都係一個好資深嘅球迷啊，有一班好資深嘅體育迷，其實佢哋咧都好想知道電視機播嘅，又或者係香港舉辦嘅賽事咧嘅一啲比賽嘅情況。咁但係咧喺可能電視間嘅評述啊，都未必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咁所以咧就觸發咗呢一個口述影像去講賽事俾視障朋友聽嘅呢一個念頭咯。口述影像嘅賽事咧，大約有8至9成嘅時間咧，都係一個述嘅狀態嚟嘅，主要係會係畫面多啲咯。我哋個目的都係將我哋見到嘅嘢帶到俾視障人士啊嘛。體育口述賽事最難係跟上嗰個節奏，因為有時足球都可能好啲嘅，會有比較慢嘅時候。但係我哋試過做唔同嘅賽事，可能就以籃球做例子啦，嗰個來回已經比足球快好多。有時要拿捏嗰個位就係究竟乜嘢要講啊，乜嘢唔使講啊，講幾多啊，點樣攞到個重點去話到俾聽眾知道，呢個都係一個難處嚟。咁係嘛，運動世界方面，首先咧社交方面啦，因為足球咧都係好多人茶餘飯後嘅揾嘅一個話題啦。咁佢哋閒時傾足球可以傾得多啲嘅，可以講得多啲嘅。咁有 social 咁大家就開心啦，喺個生活上邊。咁同埋對於運動嗰種嘅特色咧嚇，因為點解佢咁受歡迎咧？其實相信對於視障朋友嚟講，其實都係一樣。如果佢哋感受到運動嗰種嘅刺激，亦都會有人keep 住睇波啦，甚至係去自己踢波啊，去嘗試唔同嘅活動咁樣，咁就可以令到佢個生活方面啦，可以有更加多姿多彩唔同嘅活動啦，亦都係維持一個做運動一個健康嘅習慣啦咁樣。咁希望可以帶俾佢哋生活之中咧更加多嘅色彩啦。